赢了，也都是今年参加客家龙竞技比赛第一名的龙区，为人带来战斗的表现哦。其实呢，大家有看到，这个龙头韩国龙尾都本子跑的帮到互补嘛，也就会代表赢龙的时间呢，也到两波的自跑的当中穿上春夏。 自跑会大热度就代表新的一年来接棒哦。不过呢，也好没有记得开始拜托，更多的人事工作同开发通过后，也已经是合作升级太节庆其中一个发通。今年呢，又拄好是苗栗帮龙20创业。今明日春茗大会就邀请的相关人员来到苗栗亚大北，我哋讨论也好采体长有的龙文化，按样的继续传承下去，伫教育韩国公部门按样的相互来天数同一项文化传下去，等下下就来去现场向下来讨论。 大家来到今日讨论的现场，今日呢来到的是苗栗市的演出宫、菜体宫的一个玉清宫哦。今日呢，大家我来其中底下看到的顺方有2米龙哦，就伫今日我来讲的是苗栗菜体的帮龙发通。韩国呢一开始就先俾大家来绍介今日的来宾，第一位来宾呢是苗栗市公所的市长邱炳坤邱市长。主持人。 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市长邱炳坤。欢迎市长。第一位来宾，我同大家绍介是台南大学民俗体育发展中心的主任蔡宗信蔡主任。市长、主持人还有各位乡亲，大家好。蔡老师他虽然不是客家人，可是他一路参与苗栗的棒龙活动，已经有整20年了。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是邀请蔡老师来参加哦。第3位来宾呢，我同大家绍介是苗栗的民俗体育委员会的总干事廖金文廖总干事。大家乡亲，大家好。7位来宾，我同大家绍介是苗栗市的市政顾问，同时也是联合大学的先生王定琼王先生。 主持人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韩国呢，今日看到台下有很多的乡亲来参加哦，非常的闹热，咩欢迎大家。人讲哦，伫北部有平海的天灯好看，伫南部有台东的棒寒丹野，伫南部地区呢有盐水的澎泡。来到苗栗，天窗就会看棒龙。韩国也去棒龙发通哦，其实是本来是菜体的一项民俗发通，经过市公所同意派发通，也下竞拍竞闹热咯。今年是20年呢，过天年就21年呢，也呢就带大家来看苗栗棒龙有乜嘅特别的魅力。 连续每日电台来有客家特色的连续，还有比例漂亮的机炮声。当年将一版苗栗国的总头进连续，结合社区特色洋街，还有都传统看到热的民众，苗栗市区街路万内人将人。从帮龙体街开始，我就一直参加到呀哈，一直维持呀前3名。 啊，就尽量留客家的元素，尽量加落来，安尼用对地位。那真希望係讓世界看到苗栗。農業沙比啊，無忙落啦，看到愛娘用1年1拜，大家真歡喜。今年小姐叫做落吼，更歡喜啊吼，因為一個新年時候，一年之中啊吼，真感動的時候。 有200万年的時嘅苗栗棒龍，自1999年開始由苗栗市公所主辦，同地方嘅傳統領袖提升做文化傳承發通。2007年，韓國熱線各種新年大節慶，變做國家級嘅客家慶典。 由苗栗市公所主辦的棒龍發通，今年係20年內，市公所同預算對去年的1200萬提高到1300萬。做一個鳥鳥比較太熱，還較高嘅太平龍樹，晚上我請200萬民眾來養龍，感受各種棒龍嘅鬧熱氣氛，結合片面天將規劃地主行牆，觸發美食指南，也到相關發通。來到苗栗，
唔做嚟要1年，做嚟2年，啊，而家做嚟看日嘅學了客家話在意，哦，學了客家話在意，而家是個千萬就便宜，但是好的。我講兩變做南風口不天燈，總講兩總環單的台灣四態商業版經典之日了後，前度時節遇到流行外區的講兩，有了以來係民眾自家來參加。呢幾年人之少子化，還有年輕老化嘅健身問題，過於每年嘅前端都是領取按年嚟按錢。領取數量100年來維持到9，就係少領取。唔單止讓兩年來錢，好兩節天意，大家兩年湊錢，專設同內面嘅發通演會同文化成績落地。我同伊哋發通派20年都冇停過哦，韓國係對在地嘅細細嘅民俗慶典發展做大型全台灣呢，也咧各種生命態節慶其中發通也好，韓國係產業班嘅代表性嘅支票發通也好，就來看到今年20年嘅發通哦，其實市長施工所鴉片呢作為動作嘅準備，發通還蠻開始前哦，就推出講，像家看到嘅有120公尺暗藏嘅量，韓國呢，MV 都會發展台3片嘅觀光，市長帶定量去到太湖也有素材，希望同樣嘅發通判到行較好，又呢結合在地嘅農產品，有草莓，韓國呢又有愛食物嘅、愛搞物嘅、愛啲奶血咯。市長鴉片要準備伊個素材，我本大家來參考。也係20年嘅發通，將有按鬧嘅按度嘅準備。我就嚟先請教市長哦，一個發通盼呢20年真係冇按改呢？對本單嘅地方嘅小小的民俗慶典活動，盼到按呢大型嘅發通，你堅持係乜嘅？小態度係乜嘅目的同效應咯？一個發通做盼20年，當然堅持做一個對客家文化嘅傳承。在台灣考證咗有200年，都苗栗成為發通20年。在也當中呢，當然除咗自家信仰嘅堅持呢，也對文化傳承嘅一個堅持，還有呢，也按個發通假使講喺心目睇起嘅，而再潛進來就相當嘅難。但係一方面呢，也加按個發通來帶動客家莊。所以頭尾一擺嗰個蔡總統講台3線真正要客家文化帶入呢，就係客家嘅能量，做帶動一隻地區嘅繁榮，帶動一隻地區所有人文也好，一個物產也好，一個包括觀光也好，也係最好嘅一個發通係按。多謝市長，那我們就要實際再來請教蔡教授。教授，你參與這個棒龍活動這麼多年，你同時也是我們競技龍比賽的一個評審。那你來看，我們今年是20週年嘛，整體來說，這20週年來的我們棒龍的技藝提升也好，跟文化的深耕，你怎麼來看呢？那現在網絡的時代，我想這個在舞龍舞獅的這個世界的這個各國裡面都大概都會知道說苗栗有在辦這個苗栗的這個炸龍的這個競賽，那也知道苗栗的特色，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現象。還有就是說在經過這20年來的一個提倡，苗栗的這個舞龍的這個比賽或是競技，它本身的這個特色就是苗栗在地的特色，舞龍的特色也已經漸漸的融入在這個競技裡面包括它的色澤服裝動作等等，這個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現象啦。蔡教授講到，也係苗栗棒龍發通，唔但像台灣人哋聽聽哦，連國際方、國外人都啲也項發通嘅，真係冇咁簡單。今日就實際嚟請教也安尼廖總幹事哦，講到也個龍啲國際方都有名，唔敢係安尼看苗栗嘅棒龍。其實安尼同我講苗栗棒龍就會想到太陽頭、太陽尾但是背後的意義就講如何傳承部分，剛才市長也稍微提了一下。按講國際上部分，因為苗栗棒龍棒安多年，所以呢苗栗縣政府後續有辦嘅講亞洲舞龍公開賽，韓國夜光龍競賽，然後全國中小學競技龍錦標賽，按影響到以後當外國人來看加參加一年發通加比賽加，就看到苗栗嘅棒龍，所以苗栗嘅棒龍要真要加知名度嘅多。一
一个发通哦，本但系咧地方方的菜地的民俗庆典，正月班期间张有的娘娘啊，头帮来从细就看娘娘看到台，一下呢有帮娘安尼大型的发通的，一下呢系由施工所来主办，同样嘅小型的发通变到安泰安闹热，过后呢。潘内帮娘发通过后，也有系列种合同生意太接近。今年20年过后，我看下演的话哦，未来嘅30年、40年，甚至系行下久，一个发通应用嘅存下去。今年呢，菜场来到按度嘅详情哦，唔知有乜嘅意見同建議可以提出來嘅？大家也下先傾訴好冇？有意見可以提出來冇？好，入邊睇過。施工所寫下規劃啊，來統一辦理以後呢，啊。一個帶通到，人家娘娘咧，哦，也一個建議，哦，建議一年，大家哦同一個娘娘咧，一個建議就來提升。但是過去還有一度啊，哦，地方方呢，我就講，一娘娘咧就40個位啊，嚇，嚇咪講無碼藝術規矩。無碼藝術規矩呢，我帶來地方嘅一條一個人講嘅困擾所以講一施工所也要擔負到一個責任，除了鬥爭領土同一個精髓來傳本記以後本家地講原來就娘娘有一個文化嘅意義，所以呢得人來傳承，也係客家苗栗一個地方性代表性嘅一個發通，尤其個幫娘嘅時節，過去呢，人家就喺茅蘭嚟同佢太拍嚟幫。嘅頭擺嘅時節。較安全。不過後擺一下呢，有嘅用槍炮，一下炮嘅講嘅威力也較大，也較危險。尤其還有位唔知嘅後生人說過，佢搞風炮嘅前門險，所以人家幫娘嘅時節啦，千萬唔好用風炮。因為大家嘅眼光啊，做到個兩神行，到兩神行嘅時間呢，佢冇注意到旁邊呢所有嘅狀況，忽然間呢自跑嘅鼻嚟打來佢會冇安全，會有危險。所以呢，一個除了人自家一啲人自家嘅文化優待以外呢，人家一啲一個規矩，一個意義，都還有人來參與嘅發通，我請注意到安全。好，多謝。泰國講到潘發通要注意到頭擺嘅文化本質，韓國呢潘發通要注意到安全，因為也唔係從頭擺自家啲街坊娘娘咁講哦，係講因為潘太現有上按到人下來咩？講韓語咧當中要就講，我大家對娘娘韓國娘娘嘅人，我有啲正面嘅看法。下來呢還有詳情，我提供意見嘅嘛，好，入邊泰國。有啲人講嘅，哎呀，拿到紙炮去幫馬立袋，了錢，我講做唔得。一冇幫啊，唔可以填桶啦。唔可以傳幫到越幫越慌。越幫越慌。等下講叫人慌，我講我叫兩年，你講乜緊嘢咪講，要幫得要慌，都係講，我啊希望啊也攞節目，尤其代表係苗栗，事實上啊，也唔係比如講請下幫娘哦，既然傳承我們客家美食，唔看自家佢講啊，三堂市場講係咪當翻譯？也成年人唱到位時呢，人家好嘅文化、客家文化，一定要繼續傳承下去。謝謝，多謝。多謝。無本黨派、無本萬人做市長，也個對菜地好嘅發通、好嘅文化就會傳下去吼。還有那位鄉親愛，那位太講。龍就是一個代表嘅，一個像一個天神一樣哈，安尼個啦，大家都當歡喜。嗰個啦，市場又看到人家條。對啊，就係文化按有嘅執着，幾乎一年啦幾10條路，那度都做得到。嗰個硬幫，你講冇幫都唔可以走咩？嗰個之前都冇啦，嗰個填馬炮，嗰延伸到一時下呢串龍就能爆對不對？就越幫就越旺，你講硬幫就越旺轉嚟來人家好嘅文化係需要傳承下嚟，不管一叫這是我們客家很重要的一個活動啦，然後希望繼續，謝謝。多謝位鄉親。加上位鄉親都有講到，一個幫娘其實唔單止也發通20年天天，其實係當久以前就有嘅，市長講有200人研究嘅哦。唔單止帶動嘅地方嘅發展，沙溪啊，韓國乜嘅，舉例來講。
看起来对苗栗是好的啊。啊，市长，大家都按知道讲按陈述一个发通哦。我想要请教市长的讲，大家没有讲到话，苗栗一个发通继续攀下去。啊，高铁也是21年的咩？一个发通21年过后，怎样继续攀哦？市长有乜个意见冇？加大家如果文化冇强表态，要继续留下去哦。21年呢，有乜个新的希望冇？我希望讲一个发通呢，海白由县政府来攀的话，我扩大到所有苗栗县的乡镇，也将真正个恢复客家传统文化的一块。其实客家人有请教过王太师。考证的结果，全国的客家庄头排最有人流，因为从沿乡传过来的时候，大位最有。但是因为你个客家的关系，苗栗都多有头屋、公馆年代有白事的，也就全部客家人。故所讲呢，连下来一个人流帮流呢，很做的顺菜，很做的顺菜。所以农业沙飞的时候很做的顺菜。其他地方，比如讲头份隔壁3万，只有3几片过去啊。即係話嗰度要好老壯，總講係，佢如果一錯嘅天天，佢都派唔起來，所以一難得咧，又係早啲會喺苗栗留下來，按你嘅當然地方政府要資金，而且繼續傳承下去。當然家下要講到一帶通咗地方嘅繁榮，而苗栗係係嘅農村社會為重，工業社會較強嘅個時候，一按呢個時候，也不管是民俗從一個搶神來上量點嘅，一神量要走西方，聽日就唔能呢啲東西全部腳去，要神量帶來嘅水氣嘅上，也係一個相當好嘅啊！我苗栗按多年來，唔看下有乜太災難冇咩？咁所以一定要記得咯，繼續一個用文化傳承下去，苗栗一天平安啦！多謝市長。今日我請教王先生，市長講我農業嘅發控提高成績，希望講串聯規個苗栗縣都強下來攀，咁樣嘅來看咯。苗栗一個幫糧嘅熱情，韓國嘅文化，其實啲菜地還要繼續下去冇？一幫糧也20年了，當然有這種璀璨之下，變到一體嘅民俗發通啦。當中往往有一些嘅小問題，就難免一個糧炊啊。之間呢會多少嘅小糾紛一度，多少會影響人幫糧，大家對幫糧嘅印象嘛。唔過個導正過後，一觀念就做得。因為講，係咪市公所主辦噶嗬？將一糧炊嘅兩頭閘，一糧炊嘅炊員，在佢表演以前，仲講發通開戰以前呢？能夠攀越嘅演習費，將幫糧嘅意義、幫糧嘅價值、幫糧佢對客家文化傳承嘅重要，讓也到炊員，讓鎮糧嘅人呢了解，也係一神聖一重要嘅。唔好講為了一些嘅小事情呢，就大家就按呢吵吵鬧鬧。個人就講可以多鼓勵學校，也一般機關團體呢。來組織糧炊，從聯合大學嘅，對啊，將聯合大學經驗組織糧炊嘛，將消防處也好啊，將個環保工作人員啊，以前也有次做，將按呢嚇，無形中大家對糧炊嘅印象難免就會提升起來，所以就慢慢呢將莫講，因為也有人就講幫糧也讓糧。本來特別陽涼咧，上一班15到17安撫，但慢慢發展到發展來呢，變得模擬模樣，叫馬山滿山走嚇，所以就影響交通，也影響一般鄉親嘅多少嘅成分，所以主辦單位也可以透過媒體宣傳。係咩？大家約天一啲嘢咧，約天一啲時間，一到日時間一到點到一到點，莫走呢7做8做就開始就乒乒乓乓挺陽亮嘅，所以要集中嘅方式呢，慢慢呢將幫糧嘅水準、幫糧嘅文化價值能夠提升起來。
多谢王先生。下落的样片呢，我们带大家来看，今年有乜个新的量水法律。东东的鼓声，见往世界上量出顺的，上世看啦，让两界都系一群是阿妹儿，佢哋东度界头连台湾法棍讲呢，蹦量系苗栗黑种提山，佢哋用行头来推广文化。观光系本来就是要去尝试，我们才可以知道说，才可以去深入了解说，哦，苗栗在地到底是有哪些东西，这样我们才可以去跟人家推广介绍，才不会只是哦，我们都查资料，结果其实都不知道棒龙是什么东西。高山嘛的量吼，迄因为惊到体力上的问题，还因为惊到的通作的问题。我惊到我量会好的话，体力一定会好，较顺着的。就像人家讲的目线那样的，我目都惊到会顺，系走起来爱讲。连大土，叫！天热加油嘛！我让人徛较高一些咧，莫安尼表安尼大大，做乜都自家人啊！在阿妹都安平，南坡上个汉卡有两个优势，两组系大量两条嘅重要角色。为参加两处，就是因为一块时嘅兴趣，还有对新两个建议。我看到嘅自跑嘅吼，比恁帮龙哦，都四面八方安样点入来吼，看到嘅骑龙头嘅人啊，哦安样传来传去啊，感觉到讲影响动神啦。一量有神，要多少快木，快木有嘛哈，要从天上抢下来就有神到一条龙绳哈。所以讲一条龙啊，教育来贴，可以保佑身体健康。像个正月版的蹦两重提苗栗几片都系连两个景象。建工国小发展两处特色教学20年嘞，高中就认为经营两处是要兴趣，也是要帮忙。舞龙队你看一条龙哎，奖呢吼，金啦啦吼，扬起了这样会好看啦。嗰个研究的有咩会快睇啦？嗰个呀，喺一边经费动，有经费，这样有办法长久安样推动呀，这样来保持呀有个养量，所以冇喺冇量，你就冇办法养啊。文化做得才提供变做特色教学，创新就汉卡有机会。我学了3年半了。然后我到现在我学了很多，我不止体力变好了，然后我的团队默契也变很好，然后我也希望这个文化可以继续传承下去。老语做运通，一方面做运通，过一从方面来当做客家庄的一个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然后把它传承下去。苗栗蹦龙展现的各种文化，教育当今就是文化发展的世界。讲苗栗去龙的故乡哦，看样片大家都知哦。刚刚的样片当中有3米龙，其中2米呢是联合太学的后生的镇的龙区，一个是女子龙队，一个是男子龙队，真的没有要舞龙，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些大学生呢，他们几乎是没有接触过龙，而且他也不是苗栗人，很多都不是。但是他们透过这样子的棒龙活动，自己在参与龙队的过程当中，认识了苗栗的在地文化，他们也很勇于参加。他们参加了这一次的客家龙的竞技比赛，其中呢，我们男子队的土木系的同学，他们拿到了铜质奖，算第3名吧。第一次参加就有这么好的成绩，其实真的是不容易。今年呢，来到现场有联大的同学，你们在这么陌生的情况之下，你们参与了龙队，那可不可以请你们有没有同学要来分享一下你们在参与龙队的过程，跟实际上，我们想象中经营龙队啊，或是舞龙的这样子的关键记忆点，你们有同学想要发表意见的吗？我们都是从外地来的，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棒龙这种东西，这项传统习俗。那我们只能从影片来学习说，这棒龙是大概怎么样舞。那但是当我们自己亲自下去舞的时候，并不是想象像影片那么简单，能舞出那味道。那直到我们有
教练来点出我们，他后来来教我们怎么做出这项活动，这个传统，我们舞出来的东西才比较像是传统客家棒龙的，才有舞出它那个味道来。这个是男子龙队的同学哦，不晓得说有没有女子队的同学也要来分享一下你们实际参与龙队的经验。因为我们是文化观光产业学系，那当然我们系的重点就是放在文化观光上面，加上我们系设立在客家学院，所以对客家文化就非常的就是要深入的了解。那其实对于我而言，棒龙文化通常都只是在课堂上或是课本上，就是听老师讲，或是看一些资料什么，你只有就是可能一点点记忆，或是甚至你完全不了解这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既然是要向大家推广的，就观光嘛，需要向大家推广，所以我们必须得亲身去体验，才能了解说这个文化到底真正是什么。因为你只有从资料上，你的记忆点并不深，我们也只能就是照着资料上的意思跟大家解释，没办法跟大家解释说这个传统的民俗文化到底真正有什么样的意涵。那你刚刚说我们系也有客家的相关的研究在上这样的课程，那像这样子的话，我们这样子的课程能够继续下去吗？女子舞龙队在联大可以继续推吗？因为我们系其实是女生比较多，那当然传统上舞龙这个都是男生在从事比较多，因为近几年来可能就是要推行性别平等，所以就是男生能做到的事情，女生为何不试试看呢？那我们尝试过后发现，其实女生能做到，就是女生能做到跟男生一样的事情。那当然就是男生有先天上的体力优势，所以我们在体能上面训练就比较辛苦一点。同学点出了我们男生女生要舞龙其实都可以，没有分性别，但是我们要怎么长久的经营下去？实际上，教练，我们在训练女生，那你觉得这群女生、这群学生，他们有这样的优势继续下去练下去吗？基本上来讲，什么力量，就像样片中看呢，家得要提前训练体能，因为有的什么家体力唔拉。拿两条量的时候，将会抹到，安尼就对量唔紧，因为有呛神的话，会一定会有安尼的问题。带出去的话，量讲，我量的好看，什么人讲我家就会力较少，就比较就讲线条，量的顺强。细来的教练也想要请教迄邓大哥吼，那教也着男生在训练这个龙啊，也着养龙的时节到精力旺盛，这是肯定的。不过我们在龙队的规矩也得话，迄样的来教的喏。当到从我先是来到本客家重要嘛，啊教其实就讲教龙的只规矩，第一只规矩就讲，乜嘅都唔爱讲，品性轻松呀，教下个龙，我就老记得讲，像安尼环境卫生。出去的态度、礼貌，安尼轻松呀。一开始带到其他的两队来讲的话，其实跟什么没有讲没好，谁来做的，什么没做的，但是其实也得谁来做唔得，也得谁来徛到两头有冇生意搞唔起来。啊，迄样带其他的咧，就带其他的讲啊，操场5圈，伏地挺身50下，青蛙跳50下，基本体能要有。对，再有安尼体力好量出来量，再往到有安尼深度在头的。冇办法完全，就像刚有其实里长啊，有校长也在讲，不用自跑的差不多，因为种嘛，不用的我弹都会通嘛，通的差不多紧跳，安尼。也得学生啊，也得全部跳一个魔力，啊就用安尼方式带动其他的，像啊一个传承，然后给他教下伊，给他教伊来咩大欢喜，也到今年也到咩得到第3名，咩其他的关怀啦。好，多谢，行个有机会啦吼，不过。对汉卡基层的来看哦，也有一种相片，也喺2014年的时间咯。那苗栗攀全国中小学竞技龙的金牌赛的时间，看到同样嘅也喺爬梯苗栗小巨蛋吼，第二个攀发动的非常风，也讲都黏嘛，都係人啦，也條都係小學生、國中小的學生。嗰時間哦，喺苗栗龍區講緊清好嘅時間。國中、國小總共加起來有68區，韓國呢今年呢參加比賽嘅呢就有17區啦，吼。唔過都會今年加講到停判的2年咩？停判2年過後呢，剩到幾多區？
今年参加比赛的吹鱼，像苗栗烟菜天的吹鱼哦，存到7吹天天。对60人吹17吹，存到也下无10吹的。正经讲，谈起来也个发通判的20年的，迄讲我继续传下去。因为教育的问题，天出我来从事。现场呢，没有设计喺头摆伫教育现场的现场吼，我来分享一下，头摆伫学校有两处也敢行经营的下去嘿。我细细田用噶，我迄都43张，都我卡一量的吼，一年都记也没有，都也下吼，都按过出过，无停下来。我也讲到2014 60人吹。都也会无存到7岁，总也会拄迄经费问题。我讲一下讲，遐个量量，我从下边来10年的话，都希望县政府也系讲，县政府无出现，一天到向当学费费来争取经费，全面来出各中小哦，甚至也高中，苗栗也都大人。含一出游来哈，当年都有参加两个比赛。我也经费问题都拜托市长向县政府，也讲县政府有关单位向学费费也文化局啊来争取经费啊，希望也个帮助能够继续来发扬下去。多谢太公。不过我想要先请教这位廖总干事哈，刚才大家讲到。联大有龙队啊，学校有两区，经营无按规咩？啊，经费又不够啊，我们实际龙队推广都压下，咁正经就要紧来紧少，有乜个法度要同佢推广起来呢？哦，主持人讲啊，正经也实在是按用的，你喺时代吼，当到家长吼对生源养量吼。其他无嘛真神，因为你啊生源，大家就讲我们啊，就读书做好个咩？你啊讲要我来把它矫正过来了。另外一部分呢，一部分就讲我们啊，学校地位，如果个你学校嘅教长啦、吼先生啦，现在做的多，一般来讲还做带起咯。我拄到同学校嘅先生哦，咩？正经尤其是正经当山嘛。28號嘅比賽，其實帶來嘅樣嘅帶量出來比賽，嗰條先生吼做批復期，叫做咩？無經費有上期行為落家長目看嚟到，也當監車當到家長費為支援學校，所以學校爭做攀議來。總講我咩？學校喺個無經費度，應該一條龍我做好了，又未講用於白天嘅多啦，愛爭愛用嘅多。我會快啲咩？另外呢，生意出去嘅多，仲愛偏當錢本期啊，仲愛查錢本期啊，保險錢個本期啊，所以愛爭一條龍吹啊，咪喺辛苦嘅多，所以我感覺啦，係講真嘅推展那個洋量嘅文化部分尤其喺個龍吹嘅成立部分真嘅要多啲比經費比，謝謝。都请廖告状了。那我们要请教蔡老师，老师我们在大学任教，民俗体育像舞龙就是在地的那如果我们学校的龙队都一直说我们经费不足，学校没有办法推广下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吗？我觉得像民俗运动在推广它可能有几个重要要素了哈，一个就是经费补助，好，然后一个就是政令的支持。好，那经费不足，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克服了哈。就是说，你没有经费的话，你政令要去支持，啊，尤其是这个棒龙，说实在真的是苗栗，尤其是客家文化的一个重要动态的标志啊。啊，说实在，要去找出像这个棒龙这样子。这么重要的这个标志性的这个活动实在是很少，所以这个教育当局甚至这个苗栗县的文化部门要去重视这个就是政令政令假如说能够多去跟学校沟通然后这个多鼓励学校我觉得经费少一点，只要有热忱这个是可以去持续的啦哈。而且这个舞龙文化说实在，在苗栗这个世世代代这样传承这个祖辈甚至这个祖先这样子传承下来他们花了非常多，甚至他们一生一世的心血都在这个舞龙文化上面让它在传承。然后在这一代断掉是真的非常的可惜，所以
我以一个民俗文化或是民俗运动的从事者，我是觉得苗栗地区这个重要的标志不能去这个丧失那可能政策性要去支持了哈。刚刚市长所说，这个活动我们应该要更提高层级，可能也许之后由县政府来主办，然后整个跟教育学校部门、文化部门我们一起跨部会，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样子才有继续推得下去的。这个本来就是应该的而且这个我说过，就是苗栗的一个动态的标志性的一个活动，真的是炸龙。我想各位乡亲很清楚，要去找出其他一个项目，我想是很难的。舞狮可能，我觉得我在苗栗跟这些好朋友这么久了也没有看到有什么舞狮啊或是什么，大概都就棒龙是重要的标志。那怎么让这个标志能够更精致、更优质化，进入大的殿堂？一定要这个更高层级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来看怎么来筹划。我觉得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这个祖先已经流传这么好的一个底蕴这个来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我有一个量好硬其实高量要是当初有的一个部分，撒落的样片带大家来一看苗栗菜体的高量技术。就跟鬼頭南無風拍，唔過通作行嘅動作咯。而喺苗栗市政府還有個傳統用嘅高粱師傅盧平陽。先前我鋪咩的，再個用火配比固體型嘅，再個用原先嘅塔鋪搭鋪都凊彩唔得。水年就高，到15歲就開始，17、18歲就開始先下塔就高。裝頭個較落皮嘅，你坐做還是坐看。看伊個魚鋪咩的，還是其他聽下幾多在用煙塔，其他到哪就他們了。行外幫龍頭同龍神風水二度一種天火組會，安尼啲阿布斯頭羊肉怎麼有加工嘅效果？其實人世嘅老師傅當年公元前至少我用1張面對過1米6，好時有可估。像做龜布差唔多20年樣嘅，嗰行到柴火就嚟算差唔多看幾年嚟啦，差我那時間比較閒的閒的就我搞到閒的搞到沒用到嘅啦。二下去，現在這邊薄嘛，這邊厚嘛，一下子你這個要捏緊哦，你沒有捏緊，你一下子你的手一定100%會枯掉啊。也係一種傳統嘅高粱方式，很得看到嘅。古早老師傅未必帶定自家嘅孫嚟跳下嚟做，就算唔係藝術咯，但佢唔是講自家個1米6，唔過家的會聽聽阿公健康。阿公有教的幾乎都有學啦，龍圈啊，或者有圈架那些綁的都有在學啦。這個腳差不多畫上去牽邊線都是我幫忙用。這個大部分就是幫忙綁而已，很難纏，很複雜，就枯燥比較難的，比較喜歡舞龍。是講上好高粱冇按改。就算老師傅在無空鋪第三期搞好，唔過效果唔得好，師傅也都懂識嘅。從我傳承傳統嘅高粱水泥，而面對泥台這麼多花香。樣片當中係苗栗菜體嘅高粱師傅羅師傅啲高粱嘅情形哦。今日嘅羅師傅沒有來到現場哦。羅師傅，我想先請教嚇，唔講高嘅粱啊，係傳統嘅粱，按樣我來看係傳統嘅粱呢？傳統嘅粱嘅粱米嘅建議來，就也就是按照傳統嘅粱。也經濟農來講，揀粱米係老粱佢那一節嚟，那個就按照經濟農啦。傳統嘅粱全部都建議來啦。嗰件左右啊，也有分工嘅馬。個按叫人，個都頭南冇都碰拍人，用韓文上去繼續講啊。也個本身苗栗市來講對於元宵節係傳統下來嘅，也就帶通本口上嘅苗栗市來，釀嘅撈一先，傳統下來咗。羅師傅佢做嘅就係傳統釀，唔係現場係有其他嘅詳情，咩會高粱愛同人分享嘅嘛？入邊睇講。我因為講，一下人做嘅釀，
就像有人們講，喲，因為要公量，要馬量，也就人講嘅男做要咁樣嘅呈現，但是也量，也下來傳承，也知道人講，讓量錢改，但是呢，錢買就要，但是也數年，讓辦來傳承下去，真係真實嘅問題。剛才問哎呀，羅先生，佢70人咧，哎呀60人咧。希望人再來繼續來傳承，係咪？來陽亮苗栗名講係千泰陽亮莊，嚇，每年要幫料，但是啲量嘅來源喺哪來呢？買唔到係。係買唔到是嚟點樣辦呢？佢一天就一次架數年來做，所以我希望講有嘅量嘅東西嚇，希望大家能夠來繼續傳承。冇有人看到羅先生條南冇變拍嘅啊！嚇，在夢言傳承係被賣人來做了，我也60人嘅，但是呢，我本身也有做其他像布馬村嘅東西啊，每年可能大家注意到個陽量，但是大家應該也有注意到個，以前人苗栗莊、體育莊公幹就有一個陽布馬，就也係按布馬村，布馬村，希望大家咪能夠從事，因為我冇做量後呢，我專門做布馬。咁樣都係傳統嘅民族咁樣嘅，在日傳統嘅一個數年啦，嗬，也可以有人來學，希望人來學，也係呀東西，係俾人就真正會切磨，嚇。頭車先生，那我就請教王先生，像日的學生嘅啊，按認真同老師傅來學啊，啲學教有機會同按你嘅陽量啊、高量啊一啲東西，用咁嘅喺課程當中。假使個融入課程當中呢？還有一啲中小學開始啦，中小學，那中小學慢慢呢，都彼此都幾多睇學嘅，就較成熟嘅嘛。當然出家請喺度有志高量嘅後生嘅來參與，也就那個一個方式嘛。不過係因為就講，主辦單位迄個有辦法嘅時間，在主辦單位呢嘅時間也有一個。高量嘅研習樣嘅，小息要按你興趣後生，大家嚟自學啊，慢慢嘅將佢帶出來。也如果像老師傅有個18般武藝要拿出來嚟教佢哋，就培養佢哋興趣啦。講學教項愛南粵一道課程嗬，有困難嘅地方，就係教上一啲啊，但係佢沙飛嘅地方還係可以。投入一方面呢，多謝先生。用研習法通哦，對家先生講到，我們五龍陽量前，大家休息來上課來研習，連高量咩做的，安尼真有機會傳承下去，唔係像下都會靠學教啊來做啦。係講我正經當件落去，我對行下細人嘅國中小來做嗬。啊，總幹事我就會強調，唔實際有按到啲學教嘅教學經驗。有法度同樣的想法，用紙本的方式，用課本來呈現出來，同樣的聲音來講係。好，謝謝主持人，然後大家吼，文化傳承部分，尤其是幫料文化啊，就係本兩部分啊，一部分呢，按照咩哈技術嘅層面啦，哈，就包括咩哈高量。嗰個陽量，嚇，技術嘅部分，另外一部分文化部分就像我咩啊？你本身嘅了解，你幫料嘅6大科儀啊，從高量開始到花量咧高上啊，代表嘅意義啊，我老先生講，講我陽量嘅人去陽量，唔可陽量嘅人也身體唔好，你看醫生。嗱，最重要就講陽，你啊幫量嗬，佢最重要嘅意義嘛，係做乜東西？除了發揚啲客家人嘅嘅團結嘅精神，最早係你講嘅保護自家鄉里嘅精神發揮出嚟。也最重要就係你文化嘅東西傳承下，讓本嘅一代人啲嘢到啦嗬。另外一樣也建議啦嗬，苗栗客家人嗬，當然連帶學生啊，當更敬佩他們啊，包括師傅訓練佢。係講做得嘅話嗬，你係講作用咧，苗栗的客家人，尤其有咩啊？18歲嘅用成年禮活動，成年禮發通嘅時間，聊有新鮮人適合來，啊從頭到尾有咩啊？本來咩嚇？這個高量開始到花蓮過程來參與，而參與嘅過程過去以後呢，我想佢也會懂了解啊！我做乜愛高量，我做乜愛陽量，我做乜愛幫量，所以要因為做花量，按樣嘅留天當嘅量啊咩，倡議下來做人客、做朋友，等你苗栗啦咩嚇來共下3日。
培养嘅感情哦，咩吼？最重要嘛，带一本客家庄哦，咩啊？讲平安顺遂，吼，然后17号来送转去，按一年睇一年都客家庄我有感情。所以我增加迄个建议讲主办单位也市长也所有单位吼，来收拾安尼后生人来参加这种棒龙的成年礼活动，来像按用诶彩体客家人的没有，伊也不还有清楚了解，按传承下去，还有意义的多。谢谢。多谢廖总干事哦。佢对教育现场来讲，我们变教材，我去教，韩国呢，直接迄个我再个提升起来本。年轻人也可以有来参与感哦，让苗栗在地的年轻人可以从成年礼来体验。刚刚龙队的那个龙主他有说，在苗栗要舞龙的人，舞龙的男生等于是一个成长的象征。我舞了龙，我真的就是长大成人，我有个真正的男子汉的概念哦，就是实实在在的苗栗客家男人。那蔡教授，我们在大学教育来说，刚刚校长总干事从编教材、成年礼来说，我们这样子的教育内容丰沛，我们可以持续下去、延续下去，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吗？其实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哈，棒龙这个文化哈，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先民所留下来的心血结晶的哈，跟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本身是不坏的，只是学科的割裂结果，它被放在这个冷门的地方，而且它跟联考没有关系，那所以家长他不会去非常注重，好。那所以他渐渐的，尤其是重要的部门，他没有加以提倡的时候，他就渐渐的会往下走，会往下走。所以政府部门第一个要提倡，那学校本身他可能也要去注意啊。而且就是说，像棒龙这个，因为团体性的，有时候一些学生他可能比较活泼，但是假如说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团体。或是领导去带领他来做这些棒龙文化的传承活动，我想在他年轻的岁月里面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过程啊，搞不好也会减少非常多的这个社会负担。但是带领的人就好像很多这个先进师长刚才所讲的，可能要很多很好的团体来参与这个活动，才会更精致化然后更优质化，然后渐渐的让他步入大理的殿堂并不是说就是去排斥它，并不是因为说这个以往就是冷门项目，所以就不去注重它，那不大对的。谢谢蔡老师哦。那发通本着我继续攀下去，因为帮助我们单讲20年啊，然后按叫的发通我传下去啊。师长，请问有嘛建议我本太监咯？追溯起来头摆那个现象也着娘娘的人娘娘全部有一好的身体其实嘛爱娘娘的。也个家下王老师有讲过也个头摆係16、17、18也安尼3年，15、16、17、17的姿势，18的姿势做发量安尼意思做嘛个也个娘娘的也係瓜子的，也就肢體都要存愛，就因為有好嘅身體，但是。養唔下屋下嘅老人家、老人細子，所以要讓量帶來地方嘅水氣吉祥，聽嘢唔能呢啲東西從嚟腳走，按照安心放心。頭擺出去攞俾大病，唔係講一陣嘢賺來多，可能1年、2年、3年，甚至去到南洋，可能都冇賺來所以講要按你嘅成法背景啦。所以人家就本家就了解講讓量幫量。頭擺很用，一下轉變都用嘅其實體力的訓練，對於傳統文化嘅了解也好，甚至對於一個人嘅信仰也好，也是對社會有正面嘅意義嘅東西但是因為也都家告訴講嘅，有文化切割讀書聽讀書，體育聽體育，音樂聽都切到在一起。變到冇考試嘅東西，他冇人可以也係一點。嗰個在家下有講過，採雙 visa 係優先，當然學校會天天做麼？高中先生都清談化嘅呀，高中先生係咪清談化？
佢講咧做哪隻個唔做咯，全部未做，欣賞個唔做係咩欣賞咩做，因為大家都因為講也係一個真嘅。嘅有心21年嘅發通，聽說會判到比20年還更多年。一聽到佢針對，苗栗縣因為全省會大體嘅，全世界嘅上，我哋參觀民俗發通嘅外國人，一定會攝到苗栗縣客家咗。啊，苗栗都唔係單槍愛了，一定會太旺啊！伊咧菜地嘅傳統文化哦，傳嚟200年，大埔發通判嚟20年。嗰啲年就係21年咯，也個幫梁發通聽說係苗栗，伊個動有指標性、動有代表性的意義發通，下來嘅教育傳承問題，還係帶大家共下來關心注意。以上就係今日嘅全面大會，感謝大家收看。